家庭關係係我哋生命中不可或缺嘅樞紐，但往往係最容易斷裂。根據香港嘅統計，離婚個案由1991年嘅6295宗急升到23年嘅18000宗。究竟點樣先可以維持健康嘅家庭關係呢？我從自己嘅經歷開始反思。喺我4年級嘅時候，爹哋媽咪離婚。爹哋喺大陸工作，而我就喺香港返學，2個禮拜可能先見到一次。日常嘅起居都係由阿媽同家姐照顧。我從細就缺乏呢種父愛嘅感覺，呢種缺席讓細個嘅我充滿怨恨。既然佢都唔理我，我又點解要對佢好呢？結果我哋之間就築起咗一埲牆。呢個唔只係我嘅故事，係好多現代家庭嘅寫照。喺全球化嘅時代，工作壓力、經濟負擔往往拉扯住家庭嘅關係。父母可能為咗養家而缺席子女嘅生活，導致子女感覺被忽略。而家庭嘅關係唔係靜止嘅，佢需要積極嘅理解、溝通同包容。譬如後來我諗到爹哋嘅缺席，或者有佢自己嘅掙扎，而唔只係疏忽。呢種反思讓我明白到，健康嘅家庭關係係建基於互相傾聽、表達情感。如果忽略呢啲，關係就會變得脆弱。現代社會嘅家庭關係好似一張被風雨侵蝕咗嘅舊漁網，波動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少嘅魚停留喺個網裏邊。但係我哋唔應該做無能為力嘅旁觀者，而我哋應該係織網嘅人。心理學家強調，溝通係增強關係嘅關鍵，能夠幫助家庭成員理解對方嘅掙扎，而唔只係表面嘅衝突。每一通電話，每一句今日點啊，每一次坐低一齊食飯，都係一條新嘅繩，一針一線將缺口補返埋。雖然呢啲唔係咩大動作，但可以將我同父親之間嘅嗰埲牆慢慢瓦解。